我想跟進 EDB 134嘅答覆嘅係關於2500蚊嘅學童補貼。咁我哋落到地區，我相信大家都係聽到震耳欲聾嘅呢，就係好多人去鬧。咁其中好多人去鬧嘅就係話：咦，政府係咪有一個政策分裂症啊？即係唔係人格分裂，係政策分裂喎。一方面呢，就鼓勵生育嚇，你每一個仔生咗出嚟呢，獎你2萬蚊。咁跟住教育局呢，就做啲咩呢？就每年就 cut 你2500蚊，不特止，去到讀大學嘅時候呢，加你價，仲未完，仲要每年呢，仲要去殺校添。咁究竟係咪教育局唔配合政府嘅整體鼓勵生育嘅政策呢？究竟今次嘅改革做咗啲乜嘢嚟去配合呢個鼓勵生育嘅政策呢？嗱，我見到嘅全部都係完全背道而馳，所以呢方面希望當局覆返我哋呢個問題。咁其次呢，就係我哋知道教育局每年嘅恆常嘅開支大概1000億啦。咁財爺就講咗要求要減2% 嘅開支，即係20億，去咗邊度啊？全部都係向市民去開刀。究竟有冇評估過嗰個政治影響，或者對於市民嘅觀感係點樣呢？有1000億咁多，點解唔喺其他地方嗰度去扣啲，而係全部去晒嗰個市民嗰度去扣呢？嗱，呢個其實影響真係好大。我好希望教育局係可以翻去再諗清楚，有冇一個空間，唔好一步到位，一次過去喺市民嗰度去攞呢20億。你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去走。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希望當局真係要去諗一諗。如果唔係嘅時候呢，對於成個整體政府嗰個觀感影響係好差嘅。咁所以而家目前我哋見到嘅就係呢，其他部門係咁喺度谷生育，但係我哋教育局呢就喺度拖緊後腿。呢方面我哋值得去檢視一下，亦都係希望當局去考慮一下。唔該。好。其實咧，我係唔同意咧話背道而馳，因為咧我哋正係唔想預知未來，我哋係喺今天我哋要面對社會資源實際點樣讓到我哋香港有一個更好嘅未來，讓家長去即係因為小朋友面對嘅係未來。我哋今天咧，你話將所有嘅資源運用喺今天，大家好似即係需要又用，唔需要亦都用咧，其實唔係對未來最好。咁我睇咧，其實喺我唔同意咧，你話我哋嘅教育咧係令到咧大家唔願意生育。其實從我哋嘅幼稚園開始咧，我哋90%嘅幼稚園係免費嘅半日制，我哋嘅中小學12年免費教育，我哋嘅大學係政府係7%嘅資助。咁咧，即使咧係加咗學費之後，依然係大幅資助到，即係去到咧係3年後咧，我哋嘅資助依然係接近8.5%至8.6%。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哋係當然啦，如果可以有更多嘅資源係最好。但係咧，我哋面對呢啲當我哋面對財政有挑戰嘅時候，我哋依然係要心存感恩，亦都係要為未來係做負責任嘅決定，同埋咧係讓香港咧係可持續同埋長遠發展。咁而事實上咧，香港嘅教育係喺世界上係相當具吸引力。我哋都知道，剛才大家去討論咁多非本地生點解會湧嚟香港，大家咁擔心，正正係香港嘅教育係非常優質，所以亦都係有佢相當嘅吸引力。咁我都希望咧，我哋心存感恩，同時亦都珍惜我哋今天有嘅嘢。唔該，主席。